歐聯大戰，拜仁慕尼黑作客阿仙奴，哈利簡尼重返酋長球場，面對老對手阿仙奴。兩隊目前喺歐聯4戰全勝，以相同積分霸佔頭兩位。呢場比賽勝負唔單止可以決定邊一隊可以直接晉級16強淘汰階段，亦可以解答一個問題：呢刻歐洲最強球隊係邊一隊？今條片我會詳細分析呢場比賽，最後仲會提供我預測嘅比賽結果。大家記住，睇到最尾呢場比賽呢係歐洲聯賽冠軍盃入邊聯賽階段嘅第5輪，喺香港時間11月27號朝早4點開波。首先講兩隊可能陣容同球員缺陣情況。阿仙奴方面，如果今場教練阿迪達係打算全力去打，預測正選陣容包括門將拉雅、後防添巴、沙列巴、恩卡比亞同埋卡拉費奧利，中場中間蘇比文迪、懷斯進攻組合沙卡、伊斯托沙，然後將馬連奴推到最前。正路係以上嘅陣容，因為都幾多傷兵，約基利斯、馬天尼尼同奧迪加特唔知出唔出到。不過今場第一個要分析嘅係阿迪達嘅部署，佢會唔會考慮埋過幾日就要作客史丹福橋球場，面對只係落後6分、聯賽排緊第2名嘅車路士。呢隊車路士啱啱喺主場3-0贏咗巴塞隆拿。呢場英超嘅6分波分分鐘影響最後冠軍誰屬。相反，呢場歐聯只係第5輪，之後仲有2隊弱隊可以攞分。我覺得呢個就係今晚對戰拜仁慕尼黑嘅勝負關鍵。我預計阿迪達唔會全部出正選陣容，可能後邊會出賓韋治同史基利，前邊會出馬道基。如果主場可以唔輸俾拜仁，就算只係攞1分，我覺得阿迪達已經好滿意。另一個不利嘅地方係防守核心加比爾腿部受傷，要缺陣幾個禮拜。呢個巴西後衛係阿仙奴防守嘅心臟。雖然阿仙奴嘅防守基礎係穩陣，亦都有人腳替補，但係加比爾可以話係季初到而家阿仙奴嘅 MVP， 冇咗佢防守，高空波一定會大打折扣。呢個就係第二個阿仙奴嘅隱憂。拜仁方面呢，其實都有主要球員缺陣呢，就係路易斯迪亞斯嘅，因為對 PSG 嘅紅牌要停賽3場呢，呢個對拜仁都係好大損失啦。預測陣容：門將紐亞，後防4個賴馬、烏柏美卡魯、泰希、史坦尼石，中間金美治同埋帕夫洛域。以上呢班都係常規正選，最前面哈利簡尼，進攻組合奧利斯、基拿比，之後可能出積遜，可能出卡爾。呢個陣容攻擊力強，由哈利簡尼帶軍，表現極之穩定。我認為呢一刻拜仁係歐洲最強。先從哈利簡尼開始講，自從佢着起件拜仁波衫嗰一刻開始，佢就冇停過入波。上季佢31場德甲入26球，有8個助攻。喺佢頭100場代表拜仁出戰嘅賽事，佢入91球，助攻26次。今季9場比賽之後，佢已經幫拜仁入咗17球。呢個數據係瘋狂咁高，甚至已經超越當年美斯同斯朗拿度開季成績。斯朗拿度頭9場最好係喺皇家馬德里入咗13球，美斯最好係12球。仲有哈利簡尼唔係淨係喺德甲屈機，喺佢頭59場歐聯賽事，佢有44球入球，即係平均每場入0.75球。呢啲數據證明，而家呢一刻嘅球王唔係麥巴比，唔係夏蘭特，更加唔係耶馬，一定係哈利簡尼。佢而家喺拜仁嘅踢法唔係傳統嘅箭頭打法，而係介乎9號位同10號位之間。佢會退後少少接波，會做串聯，會拉扯下對面後衛，之後兩邊嘅迪亞斯或者奧利斯就自然可以跑動插入。但係又好神奇，佢又會喺適當嘅時候走翻入去入波，左右腳、頭錘、遠射，佢樣樣都有。佢細個嘅時候揾唔到球隊要佢，主要係嫌佢慢。但係你睇翻而家，雖然佢唔係每一刻去全力衝刺，但係佢會不停走位，不停揾空間。睇翻數據，佢每場跑動超過10公里，不斷咁去逼搶、去走位，已經完全彌補咗佢段速慢嘅缺點。仲有佢有一樣大部分前鋒都冇嘅技能，就係佢嘅傳球能力。呢個反映喺佢嘅助攻數，每場關鍵傳球數據都係好標青嘅。如果對比其他前鋒，例如夏蘭特等等，
佢唔只係一個入球完結者嘅角色，佢仲係一個入球創造者。呢個就係拜仁今季最強嘅地方。講完簡尼啦，唔可以唔提另外一個進攻球員奧利斯。我相信佢喺呢場波都會有表現。2年前佢由水晶宮轉會到拜仁，由初頭不被睇好，之後慢慢適應，直到而家成為拜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球員。呢個球員嘅特色係佢嘅靈活性，佢可以打右邊，佢可以插上去最前，可以打10號位，甚至有時可以轉打左邊。呢個風格配合哈里簡尼，會令到對面防守好混亂。哈里簡尼突然間打10號位，拉出咗對面後衛，就會俾奧利斯有機可乘。另外，奧利斯技術係強，你睇佢比賽推波帶住個波，永遠都係黐腳，永遠覺得佢打得好輕鬆。我唔覺得阿仙奴嘅卡拉費奧尼可以搞得掂佢，更加唔好講如果阿仙奴出史基尼會點。今場阿仙奴有後顧之憂對車路士嘅比賽，加上缺少防守核心，拜仁攻擊力強，中後場常規正選，加上哈利簡尼同埋奧利斯嘅攻擊，就算係主場嘅阿仙奴都未必頂得住。所以我會有信心拜仁慕尼黑可以擊敗阿仙奴。大家又覺得呢場波邊隊會贏？如果你中意呢類型嘅足球預測，請撳下面訂閱，俾個 like 同留言討論。呢個係新頻道，你哋嘅支持對我意義重大，多謝支持，祝大家好運。